今日开始来关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昆署一个公务员11月初4日时伫办公室行底路，传出北昆署长谢宜勇涉嫌伫工课场有霸凌，劳动部有出调查报告，不过外界也是针对报告有真侪质疑。昨昏包括总统清德、行政长杜英泰拢有向国人回信咧。那劳动部科技会处罚的结果嘛已经出来，谢宜勇封记2支大告免职，监督伊的署长蔡明良记1支大告，调离主管的职务。那谢宜勇伊昨暗嘛发表声明，讲伊愿意针对伊的情绪管控无好势，向同仁回信咧。不过伊嘛强调，劳动部的报告有写，强调过身的同事会想袂开，和伊的领导风格无关系。向不幸过世的劳动部同仁的家属以及国人，表达最深的歉意。对不起大家。伫镜头前行礼，对不幸过身的劳动部同仁甲家属表示道歉。劳动力发展署公务员过身的案件，除了行政院长杜英泰出面回信的，总统赖清德也伫 FB 第一面回信的。除了下令全面调查真相，也要改变理所当然的职场文化，对中央政府各部门机关进行全面的检讨。我们必须给家属跟国人同胞真相，所以全案移送检调单位详细调查，追究责任。劳动部展开科技会，决议和社会相关人士对霸凌、督导不周等代志负行政责任，其中北分署长谢宜勇记2支大告免职，劳动力发展署署长蔡明良记1支大告，并且调离主管职。那谢宜勇公开声明，讲愿意就情绪控管无好等行为向同仁公开道歉。但是当事人因为超时工作不幸过身，甲伊领导管理风格行为做法无关系。对于伊无提供资源是毋对，伊向当事人甲家属回信的。依照考绩法的规定，这2大过就当然免职。那在免职处分确定之前，就当然停职。朝野立委轮流批评，和劳动部长何佩珊几多遍讲甲强要流目屎。伊解释回信的讲，调查报告内面的目的良善，用法毋对，并且讲伊家己也无责任，会向行政局主动请示。行政院长杜英泰讲，会先叫何佩珊赶紧完成完责任的追究，结果来讨论责任的问题。我拖累了他，部长很抱歉。部长，我想眼泪好，我也不是认的，是。眼泪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我今天我用一个，因为这个官员互相伫咧暗号，杜英泰是强调，专案已经移送检调追究责任。那谢宜勇昨暗，搁再请律师发声明，讲这份媒体的报道甲事实有出入，引起网络的公审，出现未信审判的情形。劳动部霸凌事件要安怎处理，考验公部门的智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